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4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叫诚实而不信的人，聊一聊应收账款破产暴雷。什么叫诚实而不信的？什么叫应收账款暴雷？简单点说，就是说他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他的债务纠纷过程中，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一个责任，他也没有什么一个特别恶劣的一些行为，他仅仅是因为陷入债务纠纷之中无法自拔。不信他的链条断了，诚实是说他没有什么违法，或者是失信，或者是这个叫转移财产等等。我们以许家印为例，许家印他就够不上诚实而不信。许家印倒是不信，但是谈不上诚实，对吧？他身陷囹圄之后，他恒大暴雷以后，他还想着跟他媳妇儿怎么离婚，通过离婚来规避债务，完了就转移债务，在国外等等，这个他就算不上诚实，只能算得上不信。我在去年我就说了，2025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应收账款暴雷就会导致很多人身陷囹圄。他表面上看他很风光，他实际上他是有钱的，仅仅是因为别人欠他钱他要不回来，完了他欠银行的钱他又逃避不了，最后导致他暴雷。去年回家还开路虎，今年干脆就不回去过年了，没钱了。但表面上看他是身价对吧几千万，都是有头有脸的老板，但是手头没有几万块钱现金。这央视新闻今天报道叫夫妻菜市场摆摊用7年修复个人信用，说近日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法院发出了江苏首张个人破产信用修复证明书，证明书发给了一位农贸市场摊主魏云培。为了这一天，魏云培用了7年的时光。魏云培夫妻是重庆人，1986年来到无锡打工，算是第一代打工人了。1986年那是这个改革开放没多少年呢，那么早就到无锡打工了。从工地的泥瓦工做起，一路打拼。1993年，魏云培拉起了一支施工队，开始在周边城市承包工程。也就是打工7年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小的包工头，手底下恐怕有几十号人。很多人都有印象，有点能力的，稍微活跃一点的，都是从这个泥瓦工最后变成包工头。但是身边有一批人，他去接工程。2012年，由于发包老板失踪，也就是上一家老板跑了，资金链断裂，魏云培欠下30多万元的外债。2018年，他被2位工友起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想通之后，老魏没有颓废，也没有选择做老赖，决心和妻子一起去菜场摆摊偿还债款。今年1月27日，老魏偿还了最后一笔欠款15838元，曾经沉甸甸的压在头顶的阴霾彻底消散。大家看视频，这个魏云培他就是诚实而不信的人，他就是应收账款暴雷，他就是上一家跑了，他在担保书上还签了个字，那他欠工友的钱那就是他欠的，他赔，负责这个清偿。7年前他被工友起诉，变成老赖，他还不起这钱。来谈一谈我对这种诚实而不信，我来谈一谈央视以及江苏省他为什么搞这种案例，就是对诚实而不信的人这种处理，就是叫尝试个人破产制度，试点个人破产制度。近日，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法院发出了江苏首张个人破产信用修复证明书。证明书发给了一位农贸市场的摊主，他叫魏云培。他是如何从个人破产到清偿债务，并且最终修复信用的呢？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每天早上2点到3点起床呀，起床就去杀鸡啊，鸡杀好了就拖到市场，1年360天没有一天休息的。他叫魏云培。3月20号，老魏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一张信用修复证明书。证明书上明确写着债务人已按计划清偿完债务，这意味着老魏恢复了个人信用和社会活力。这一天，老魏用了7年的时光。利息收款35元。魏云培夫妻俩是重庆人，1986年来到无锡打工，从工地的泥瓦工做起，一路打拼。1993年，魏云培拉起了一支施工队，开始在周边城市承包工程。2012年，由于发包老板失踪，资金链断裂，魏云培欠下了30多万元的外债。2018年，他被2位工友起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他没钱的，拿不到了就没有拿不到，他有人就躲起来了，他也不出来了，那些怎么办呢？包括这次他起诉我们2个，他一个我一个，我是担的保马条子上，不是我担保人吗？他来就不来法院，
不然他那个我都跑不掉了不？不仅欠了外债，还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老魏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面对。开始有一点是想不通，是啊，对吧？因为我们关系挺好的，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的呀，是吧？这个时间一长吧咯，就淡下来了呗。我说只要人不是毛病就好了，10几万块钱肯搞，不要几下也赚得回来的，对吧？想通之后，老魏没有推搪，也没有选择做老赖，决心和妻子一起去菜场摆摊儿。夫妻俩要用每天微薄的收入偿还巨额债款。干活的人全是我们老家的呀，你知道吗？都是我们一块的。那这些人工资不给的话，他找他本身有的人还在我手下干活，你说那个好意思吗？你良心上也说不过去的呀，你不给人家。决心靠自己摆摊收入来偿还欠款的魏云培，没有想到他的个人情况也受到了西山法院的关注。2021年，作为试点，西山区法院推出了类个人破产制度，老魏的情况因此迎来了转机。他的执行过程当中呢，非常配合我们法院的工作，没有发现有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这样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初步认定就是老魏这个人，他符合我们诚实而又不幸的人。诚实而不幸原则是指债务人的负债原因是能够被社会公众所理解的，比如老魏就有担保负债，自己也有被拖欠的款项等原因。其次，老魏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如实申报，没有不诚信的行为。因此2021年9月30号，法院裁定批准魏云培个人债务清偿计划，同时豁免部分债务，分期3年半清偿剩下的75838元债务。此外，法院综合考虑魏云培一家的实际情况，还豁免了原本需要强制执行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一辆2手面包车、手机等生活用品，还有收款码的使用等，价值并不高，但都是能够保障老魏夫妻俩能进货经营和生活使用。学理上呢叫自由财产，也叫豁免财产。如果说正常执行的话，是要强制执行的。那么我们就考虑放水养鱼，让债权人和债务人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既能够最大的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也能够让债务人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发挥其最大的社会价值，创造更多的财富，最终呢又反哺这个债权人。为了攒钱还债，老魏戒掉了抽烟喝酒，每天凌晨准时起床出摊儿。几年下来，夫妻俩的日子过得艰辛清贫，但安稳平静。今年1月27号，老魏偿还了最后一笔欠款15838元，曾经沉甸甸压在头顶阴霾彻底消散了。开始1年2万，3年都是6万，这个是23年的嘛，这个是24年的嘛，最后一个15000多嘛，去年年底付的嘛。这个小区门口是哪有28，我们都是现金，不是光欠他们的钱不，我个人自己工人的也还有的嘛，总理还是30多万，还了都完了，我也不欠了呀。现在也不欠他们的账，就是跟我干活的人都不欠了。2025年3月20号，西山法院专程向魏云培发放了信用修复证明书，明确债务人应按计划清偿完债务，厘清了相关失信信息，并告知相关主体在融资信贷、市场准入等经济交易活动中，不再因此案对魏云培予以信用惩戒。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外化的一份证明书，就是能够为他的这种信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背书，就是告诉相关的这种机构，他其实是一位诚信履约的这种债务人。魏云培将来之不易的信用修复证明书整齐叠放，与之前的几本记账簿放在一起，锁进家中柜子。外出打拼数十载，从没有像这一刻让魏云培感到轻松惬意。现在的心情嘛，肯定比以前好啊，是吧？你看我现在嘛笑得出来，就是一身轻松啊。现在我也不欠账了，计划就是这样啊，还住个几年，回家把房子我那个房子拆下来重新搞一下。截至2024年12月31号，江苏全省法院受理类个人破产案件1290件，214名债务人得到免责。更多像老魏这样的债务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清欠款，恢复了个人信用和社会活力。魏云培被列为了诚实而不幸的人，那到底符合怎样的情况才能够属于诚实而不幸呢？这张个人破产信用修复证明书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专家带来的解读。
我们国家的个人破产制度呢，目前还处在地方试点的这个阶段。像江苏、浙江啊，也是通过类似于像个人破产或者说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等这样的模式在开展着实践。那这些试点旨在是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一个债务纾困的路径，同时啊，也在积累立法经验。那诚实而不信，我们说它是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前提。那每一个试点地区呢，可能不太相同，但是他们基本上我们说通过司法实践构建了一个客观行为加主观状态的这样一个复合的认定标准。那这个证明书啊，我们说充分的展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秉持着以人为核心的这样的理念，为那些诚实而不信的债务人啊，提供了一次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那使得他们在履行完债务之后啊，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这个证明书呢，明确了债务人已经依照计划呢是完成了债务清偿，清除他的相关的实薪记录，并且会向相关主体表明啊，不再因为这个案件对他进行一个信用的惩戒。那在信用修复完成之后呢，债务人可以重新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去，比如啊申请贷款、开展创业等等，这些都不会再受到影响。那这就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未来的个人破产制度的这样的完善和发展，也可以讲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央视来宣传这件事情，这个恐怕都不是巧合，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年前的判断，就是今年恐怕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也就是像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个江苏省就是已经尝试着个人破产1000多起，受理这么多案子，这个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说第一个就说明我们现在面临什么一个经济环境。我们先说恒大暴雷，那么多房企都暴雷，恒大一家就2万亿，你把融创、碧桂园都算上，我们不说他欠银行的，我们就说他欠下面这个承建方、供应商，他有多少欠款，每个承建商、供应商他也有上游企业，他又欠别人钱，这么一级一级欠下来，每一个供应商他又欠银行的钱，多少有银行的贷款他是赖不掉的，他欠别的企业的钱他可以拖，凭着老关系，凭着这个大家毕竟合作过，以前还赚了钱，互相给点面子，不到万不得已还不起诉。但是银行可不管，银行一起诉，你这个债你要还，但是别人欠你的钱你要不回来，那只能暴雷。这个老魏就是典型的一个案例，他欠公有的钱那是必须要给的，农民工工资是不能赖的，那是刚性的。但是别人欠他的钱，那你就看你的运气，能要得回来就要，要不回来人跑了，你是一点辙都没有。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倒霉蛋，他就是诚实而不信的人。首先他是不信，诚实那是法院判断，还有债权人来判断你是不是诚实。债权人如果谅解你，说你这个人还挺老实，也没有转移财产，你也没有隐匿财产，债权人觉得这么逼你也没用，也就是按照这个视频所说的放水养鱼，给你时间，你挣钱慢慢还债，这就是应收账款暴雷。那么房企多少外债，这些外债都是谁的？因为这房企给不起，所以都得爆。为什么是今年爆呢？因为房企暴雷已经3年了，像老魏这样的人，他扛了3、4年，实在是扛不下去了。以前一些家底手头一些活动的资金都拿出来垫掉了，实在是垫无可垫，而债权人也已经不再满足听他们讲故事，对吧？干脆起诉。所以我说2025年恐怕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这是第二个原因。那正因为很多个人要破产，这里面还有韭菜按揭贷款买房的，有时候他失业，有时候他降薪，有时候房价跌了，这些人他也在破产之列。你把他房子卖掉了，他这2年白干了，完了他还欠银行钱，因为那房子它的残值他已经覆盖不了银行贷款。那这些人他又没有工作，他只能去送外卖。而如果你把他查封了，你说他失信，他连送外卖他都没那么自由。也就是像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们整个的经济活动中，像老魏这样的人，像很多韭菜，你说韭菜买房，有时候自己失业，有时候房价下跌导致这个暴雷，这就是典型的诚实而不信的人，对吧？他10几年、20年前半生都白干了，能不是不信吗？诚实呢？你说这些韭菜他干了啥？他又不是赌博，他又不是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他也不是什么投资，人家就是买一套房，而且人家是响应政府号召，为国接盘，买了房子。你说他暴雷了，他符合不符合这个叫诚实而不信的？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你社会就得想办法给他出路，否则他就是不稳定因素，把老实人逼急了，走投无路，那后果很严重。所以说你看法院有关部门他就得想办法
怎么样缓解？实际上这个视频里面他没说清楚，这个老魏他被法院判决的时候，实际上他欠外债是30多万，但是法院经过判决就是破产，对个人进行破产清算，只让他还7万，这就是个人破产制度的优点了。就是我以前老说这个房地产企业怎么办？他最终就走破产清算的路，要么破产重整，要么破产清算。破产重整什么意思？是把你的债权人和这个股东权益重新调整。你这个企业股东你走人，这事都是你搞下的，你该背多少债你背多少债，你背走，引入新的股东带着钱进来，带着新鲜的血液。然后原来的债权人怎么办？这个企业这个钱欠那个钱，欠这个银行10个亿，欠那银行8个亿，欠这个施工企业多少钱？这些债权人怎么办呢？打1折，要不然都死。如果你都不让步，都不打折，那企业反正也还不了你钱，打1折还能还你，那没办法。法院判决打1折，企业活了，债权人呢好歹拿回去10%的这个资金回去了，总比1毛钱拿不着要强。这个整个的是不是水就流动起来了？这扣就解开了。所以这要搞破产重整。如果真的没有人带着钱进来救，那就破产清算，把所有的家当分一分，该分多少分多少，一把化解了了好了就是了，好了哥。所以说要推个人破产制度这种试点。目的也就是把很多人解放出来，有很多诚实而不信的人，因为在这种经济的这种周期里面，经济低迷，我们有很多人是身不由己的陷入困境，陷入囹圄，那你就必须得给人家出路，否则他背着这个债一辈子他也还不起，他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也没有办法正常说再重新变成一个有活力的对社会起正向作用的人。所以这个各个地方都要试点。第三个什么意思呢？第三个央视就是宣传了。为什么要宣传这样的节目？告诉韭菜你们不要放弃，不要当老赖，前途还是有的，到时候给你债免一免，互相让步，你还能重新做个人。所以不要放弃，不要躺平，不要摆烂自暴自弃，实际上就起这么个作用。你看看人老魏破产的时候欠了30万，后来还7万，你看人家还完了之后就一切都正常了，变成个正常人，该贷款还可以贷款，该买房还能买房，他回家自己就盖房，变成个正常人。无非就是想告诉韭菜，你现在韭菜遇到困难太多了，这样的人太多，你们不要放弃，要守好诚实。你现在不信嘛？不信的人太多了，你还要诚实，只要你保持诚实，后面还有机会。无非说明这个，对吧？不要摆烂。实际上我是支持这个观点的，因为毕竟有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被经济的漩涡给拖进去了。虽然他是2021年买的房，你可以指责他，你说虽然那么高的时候你买，虽然你眼瞎，但是说这样的话没有意义。因为很多人他就是刚需房，到了那个点儿，人家要结婚，孩子要上学，被逼的要去买套房，结果失业了，这就是不幸。他也不是去炒房，说我手上有2套房，我要再买4套房，你说这种还另当别论。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只买了1套房，刚需，总有那么一批人是倒霉蛋，不幸的，还有创业的，他都是想，不管怎么说，客观是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啊，结果因为创业失败，身陷囹圄。背了一屁股债，随着经济低迷啊，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你必须解决。你要不解决，大家的包袱越来越重，谁也动不了，互相查封。因为它债务链条，它是连锁反应。实际上，这个个人破产在美西方那是常态。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为什么我们这儿个人破产还要试点？确实你不敢大规模推，我也不能说中国人的诚信比美西方要差，但是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要敢大规模推广个人破产，那就有人他就愿意借钱去挥霍，挥霍完了之后我破产，甚至他把钱转移走了，然后我破产，你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我们说叫诚实而不信，你怎么保证诚实呢？这就比较麻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理解？你觉得在中国提诚实，如果大家都诚实，就不会有地沟油；如果大家都诚实，就不会有什么红薯粉里面都是木薯；如果大家都诚实，哪有那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天天查，天天查都查不了，哪有那么多把那黄焖鸡里面的上一波客人吃剩下的，下一波客人吃？如果诚实，哪有这些问题？所以同时啊，我也对这种个人破产如果推广，我还是比较担忧的。这个就鼓励了很多人，他就到处借钱。因为我们中国人，你说聪明吧，实际上很愚蠢；你说他机灵吧，他有的时候其实挺笨的。那有的人他就可能，我就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同学借钱，借完之后我破产，个人破产吗？你怎么弄？很多人抹不开面子都借，借完之后人家破产了，这种骗局就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到了两难的境地，你不搞个人破产，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没有办法轻装前进。大家在这个债务漩涡里面不能自拔，你搞个人破产吧，这个又要乱套，更多的人会钻这个空子。有的地方一个村的撸贷款，
哎，你要搞个人破产是正好机会来了，他破产了吗？再重新做人。以前有时候经济在高速发展，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慢慢解决，蛋糕不停的在扩大，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这些债务纠纷还能看到曙光。但是现在经济低迷，蛋糕在缩小，这些债务不仅解决不了，新的债务又产生，债务叠加债务，你解决起来更麻烦，所以逼的要采取叫出清政策，债务要出清，要轻装上阵，同时又要防止恶意逃避债务、逃废债，所以这就是两难。我们的社会发展，我们的经济是到了两难境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